大陆选秀节目以团之名，先前经历停录风波，好不容易播出却争议不断，包括有参赛者唱韩团的歌，竟然集体走音，让导师们超傻眼。还有团员在微博抱怨没镜头，也有人参赛后宣布分手，却又公开承认复合。陆宗以团之名，当天气秋凉，当树叶泛黄，我们的爱变得冠冕堂皇。几个大男孩上大陆选秀节目秀才艺，不过才一开口就大走音，连评审 Selina 都看傻眼。陆宗以团之名，疯狂、刺激、丢脸、可笑，我的样子你都爱过。大陆选秀节目以团之名，经历停录风波，还不容易终于播出。不过首播就被吐槽，因为7位参赛者唱跳吃力，让在场所有人皱眉，因为原本这首歌应该是这样唱的。选手实力参差不齐，引发热烈讨论。但争议不止如此，其中一名选手刘子睿在第2集播出之后，在微博抱怨自己没镜头，疑似爆料遭到节目组恶意剪辑，但随后又删文，让网友看得雾煞煞。另外还有另一个选手胡斌，日前突然公开恋情，被爆料曾跟网红交往，但参赛后宣布分手。23日却又在微博公开承认复合，还转发了别人 PO 的情侣照，大方晒恩爱。从节目到参赛，选手争议不断，远比节目内容还要受到关注。